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杂志。逢龙果也有人讲火龙果，台湾的生产期集中在5到10月的，其实也是外来的热带水果哦。民国86年家下，能对越南也到地方传入台湾，短短1-2年，对本地无嘛米西改良做又大又甜的台湾水果为代表。也多年来印证许多人好食，逢龙果因种因多。尤其台南开始种的地区，农民如上早嘅屯本地种的果树多黑，如来改种逢龙果喎。像南投种青岛嘅17镇，生产面积竟然如以下多嘅1/3。另外，彰化宜林係强系嘅全台湾产量嘅以上國家，會影響到市場價市嘅，已經有果農受騙睇嘅定呢。講今年一天也算明年，按多嘅逢龍果推出，可能都會有提多嘅落價。係落到無價，怕路無好維持高級水果嘅現象嘅喲。今日嘅專題，我哋去採訪嘅人是台灣青態嘅逢龍果產地彰化宜林，韓國亞洲能開始種嘅新產區，來探討逢龍果產業遇到嘅危機，農民又係用嚟面對嘅。经检查建立台嘅，看到優秀複雜嘅，請辛苦等等剪下來，佢總係漸漸嘅兩夾嘅逢龍果，6年到今已經剪過100，也係天200。請辛苦堅持用草根嘅方式來種，某些除草劑，來避人耕種，單連藤條草都冇。佢還記得4年前開始種逢龍果，棚長搭好，草都已經上到搶地安高誒。我80歲阿妹看到一奶草濃濃誒，當然尿尿尿尿。人耕田咧耕了樹咧牙拉是咧耕種了草誒啦。你用馬嘅嘛？馬冬天冇兩隻誒，我上馬哦。那時候要請工人來。用那個耕耘機下去翻，他說沒有辦法，你的草沒有割，我沒有辦法翻。啊，怎麼辦呢？因為草比黃果長得還快，然後每一個人從路口這樣過去就一直罵這個笨蛋，這個客家人怎麼那麼笨呢？為什麼黃果不種草呢？我媽每天罵，然後沒辦法，我就去買一台割草機，像剛剛那一台。雖然種4年，請辛苦用錯方法，成果以後，菜地人也老嘅喊做宜林嘅逢龍果王子，佢堅持用抗菌嘅方式來種，草都冇關係啊，草上到葉夾，結果到葉多，經過惡計算轉化變做皮，喺講些除草劑，剪下來嘅逢龍果點都冇按好食。我的想法是要讓土地健康啊，因為我以前種葡萄的時候，土地就不健康，因為老一輩都是撒在上面嘛。上面它會變成鈣化、鹽化，然後你除草劑你會滲到土裡嘛？你們有像我們這裡是抽地下水來當自來水啊，你從這裡滲透進去的，它水層是一定的嘛。宜林是種1000人公頃研發的菊酒葡萄，請辛苦不卡頭擺沒是種過，和葡萄園飛得過後，宜林的農民馬個都種，一切都要按多年，原來的葡萄棚逐漸轉變做逢龍果棚，對台灣青態菊酒葡萄產地變做青態逢龍果產地。他解除契約之後，就讓農民自生自滅，沒有輔導，那時候農民真的是一盤散沙，唔知要創啊。每一個農戶都自己去找他要種的東西，那時候鳳梨世家，那個也有種芭樂，也有種水梨，然後也有種苦瓜的，然後把棚架廢掉，種水稻。二林的農民是非常辛苦啊，但是他很有經濟頭腦，就是這一條路走不通，他會趕快轉型，所以在那個百花齊放的時候，就是大家都會嘗試。目前的這種紅龍果的那個就是這樣慢慢的一個發展起來的。我都會種差不多都10年人啊，天一年，其實
还不错，伊分体如果讲扎起来以啊，差不多有19万左右安尼，安尼对之前这种以前种多遐一水果来讲，个菜来讲，伊分体有安尼19万呢，算无轻度啦。葡萄以前最好噶差不多7、8万的呢啦。像个料理县，基础在种5分之的菊州葡萄，和种的3分之的枫凉果。照农委会农粮署到去年年底统计数目时，也全台湾枫凉果总生产面积大概1191公顷，产量係27654公吨，其中中华二林有118公頃，佔得台灣生產面積的10%。不過有一道農民無登記，韓國今年年初農民上菜中。搶係二林鎮農會也統計資料，只有300公頃安多，官方同民間數據收漲太碼。根據目前一些書面資料，大概目前將近300，可能更多。我就是說，我們紅龍果現在目前面積那麼大嘛，所以希望我們的那個產業的那個結構要做一個改變。那當然會憂心，為什麼？因為量多，自然價格就會有問題。那當然，廠種的量怕一種千甲，本來我種甲800人甲，我總經營可能1000人甲的，掠就100，蘋果打喺身上來搞因授課的時間去講，他初步估計可能有3000人甲啦。生產面積同產量一下增加很多，農民至少本單當好價枫涼果一下就會跌到無價。應該今年夏季如果沒有崩，明年一定會崩的，因為你去年種的，去年種的今年都可惜咧大小咧出門，去年種的佢後年，個量後年佢長不太出啦，後年太出的時節佢量都大呀，佢本來那講一條。一皮留一粒，伊天一年佢做2粒的啊，T3年3粒，所以它都是倍數的成長的量啊。我敢講是今年都個拄到的啦，差不多7月半，那以後，可能假使我想講啊，我預測啦，可能假使我變得青毛好。我們因應加入 TPP， 我們也在尋找說哪一些作物還有拓展的空間。哪一些作物需要做一些調整？那我們的評估認為，其實火龍果以目前的這個生產規模，事實上還是可以維持它的一個競爭力。那只是說必須做一些產業結構的一個調整。農糧署認為調整產業結構之後，不過農民是唔敢安尼想，因為頭擺就是跌到無價，安樣嘅情形可能會再過發生。一般來講，楓涼果分做胖肉同紅肉兩種。民國80年代將對越南同中南民族傳入來，民國88年將種300人公頃，每一位面積唔大，假使以後，農民一下種價當多，到民國92年，將短4年就多到講唔得，總有1200公頃。每一位面積一下種太多，跌到無價，故所有建中建設，到民國98年降到清代。民國98年就又降到最低點，降到770公頃。那降下來之後，價格又回穩了，那價格回穩了，然後事實上也因為最近這幾年，我們不斷的輔導改進這個栽培管理技術。也輔導了這個品質的提升。現在有一個小小的花蕾這個是大概4天前冒出來的，然後這邊有這個大概已經是將近2個禮拜左右的花苞那這邊這個是昨天才剛開的花這個是已經長了大概將近20幾天了準備要在1、2個禮拜就可以採收的果實，所以一顆植株上面它可以有1、2、3、4個階段的。管理栽培技術改進過後，也楓涼果又大又甜，咩見種見多，也到台北果菜市場平均販賣價10個嘅，喺到台中市外埔區，佢同二林當上搶，搶咗咩台灣菊州葡萄嘅主要產地。
是酿酒葡萄84年之后，我们比如说百香果、火龙果、酿酒葡萄、巨峰葡萄，种很多我们的水果。啊，这些我们跟20很相似，就是说他们都比我们大，他们都比我们厉害。可是我们就是小小的，可是我们就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转变。比如说我们的火龙果，它也是我们面积50公顷，不是特别大，所以在要求品质之下，我们就可以种。看到这个果，然后套上去。凤凉坊屋下种的6甲人的凤凉果，唔但请外埔种青岛的专业果农，到全台湾咩打唔落耳卡咩，做生人家下，佢看到阿公種菊酒葡萄。就從唔少嘅夾爸爸轉種橄欖，下後又改種鳳涼果，還係用苗式栽培，未來目標係種生意甲安發的鳳涼果。從葡萄開始轉種的是因為酒廠已經不收葡萄，那後來種芥藍是因為花卉外銷的市場很大，那後來經過 SARS 之後，那個花卉的市場突然又萎靡了，所以我父親開始改種火龍果。那火龍果它經濟效益，而且它經濟效益比較高，而且它的成長速度比較快。通常種下去的第2年，就基本上是可以做一個採收的動作，而且它病蟲害也比較少。因為鳳涼果產下個生前，又冇乜個病蟲害，也按多年南投西溪鎮種價當多，也特別本單主要作物係香蕉，也同2年外埔共樣種青島係鳳涼果。去年2013年的全國鳳涼果評鑑會同實施期盼過後，行客上嘅貴泰村的農民轉作。從去年開始吼，我就寫一寡個親戚朋友種當就開始種了鳳涼果吼，種個了下種個做成當好，都真發達落去吼，生意嘛買當好，家私都買到當好。這幾年以後看看稻收補哈。甚至我們有一些周遭的果園哦，看到紅龍果的收成，1年比1年好哦，所以今年的集結紅龍果的果園哦，大概有多出大概有1/3的面積。原先我們這邊大概有100來甲，然後現在可能突破有150甲，應該形同一窩蜂的啦，只能這樣說哈。總籌便係去年評鑑鳳玉組的頭名，今日掙扎一並下來，其中一粒減減的2公斤暗蟲，比生人的面下大，也主文的人當道強強唔拉麥，連產出來的苗沒賣以上錢。那個像這個苗啊哈，我去年跟前年啊賣了很多，有的到大陸，還有全省的。各地方的那個農友也都會來這裡跟我們買這個苗去種。一條賣80至100塊，我去年賣了差不多300多萬。我們看到這個有離層的時候，我們會做一個折的動作，就輕輕的它就會掉了。這樣子的話，它之後就比較不會。花瓣乾了之後，不會去污染到我們的果實表面。鳳涼果係熱帶水果，價格改變，慶祝的原因係將生期綁長，以為冬期果，佢將生期調整到冬半天。故所本單托寒天做寒家下，冇辦法開發大致的鳳涼果，做得綁長到第2年的2月3月的都還有。農糧署也3月調整策略係內外分開，外銷用生產的果園，內銷有主要的生期，都係用契作的方式。國內市場的部分也配合通路的需求，也輔導設置這個集團產區。那輔導集團產區跟這些通路業者契作。那像目前已經輔導我們最大的產區20，還有花蓮的玉里，那契作的面積有29公頃。那經由這些集團產區還有供果園來輔導他們做一些生產管理的改進。本身它在它果皮比較薄，所以它的儲藏性跟它的一個運輸性其實有一些限制。那如果說我們需要紅龍果的市場能夠有持續的發展，那個外銷是必要做的。那外銷的話，你就必須要去考慮到儲藏性的問題。那所以說一些儲藏性佳的品種，其實必須也是要再去做選育。這樣，像國外有周年開花的品種，
那我们台湾其实也有能力可以育出这些周年开花的品系出来。为了逢两铁道为买无好家私，逢两果农没有做准备，出台3天認證名錄行銷，外埔和社搶台中市政府來同果農談數，想要升級到2級的加工產業。火龍果的副產品加工，比方說果醬、果汁之類的。那胡市長當場跟我講說：“我要跟你買就買不到了吧，還要做加工。”其實這個是未雨綢繆了，萬一將來搶種的很厲害，崩盤的話，也要做這個準備。網絡行銷啦，網絡行銷的價格，用基因譜那樣啊，過來要用慢慢推啦，過來用個生產履歷那樣，可能要都雙重認證安尼，那個算較高價位些的。無我迄個那你無都比啊，迄個佢崩盤的時間20-30克啊，我哋都1公斤，我那栽培總係100以上。本地喺外來種，逢兩個對西來談攬，托短1-2年，改良到搶一下又大粒又甜。喺講果農上菜中，又多轉用老式嘅耕種方式，有些藥嘅同除草劑，更怕會無好講緊。喺講唔係變數量比品質，做好產期嘅調整管理，種出比國外下較早嘅逢兩個，按用產業未來將會越純高。